为了要防止中国渗透迄支手村到咱台湾，陆委会要修法，讲哦，这个公职人员包括基层，若去中国、香港、澳门，拢爱全面管制。好，这都好基层人员真不满，因认为讲，要不若唔是机密，都无应该防管制。 为防堵中共渗透，总统赖清德3月中提出17项国安手段，陆委会建议修法。那公职人员包含基层人员，要去大陆、港府，拢要全面踏入管制范围。这些人接触不到国家的机密，该限的不限，两岸之间的和平是要促进交流来达成。他们要在所有的老百姓的脖子上套上一条绳子，要是我们也没办法。 可以法条明确一些。基层出现部分反对的声音，国民党立委质疑修法有政治目的，激化空中保台。民进党立委是肯定修法方向，强调是为捍卫国安。公务人员应该要报备，这个绝对是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啊。而且这只是一个报备而已啊，并不是禁止，也不是管制。所以就算是基层的公务人员，大家应该都要共同体谅。 人民有自由权，那你要加任何的限制在上面，要思考符合比例原则啦。通讯软体这么发达，如果今天要出卖国家的机密，它不需要人到港澳啊。另外，清早军广告有中国身份证、定居证、居住证第一阶段，中央政府已经完成；第二阶段咧进行地方政府甲国级公立学校，未来是不是扩大一般民众引起关注？我们并没有要对一般民众做清查。 但是如果一般民众受到检举，都会按照两岸条例处理，把你除去台湾的身份。刘文健强调，专案清查是针对军公告核心人员，后续还有定期查核。那这摆清查有具结无实在，未来被查到，会负法律的责任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